宝宝，来做个交易吗？你关注我，我也关注你。你赞了这个视频，我赞你5个视频；你收藏了这个视频，我也收藏你5个视频；你转发这个视频，我也转发你5个视频。什么？你说你全部都做到了？什么？你说你还评论了？嘟嘟嘟！那恭喜你，你获得了我的 VIP 礼包。每次视频的评论，我都会优先回你，发福利也会优先将你加入名单，就不用怕抢不到了。不过前提是你要成为我的真爱粉，并且态度好。都看到这里了，你还不心动吗？宝宝，你怎么还没走？好吧，我再和留到最后的宝宝说一下，就是你们不要嫌我粉丝太少，粉丝少并没有什么坏的，每个大佬也都是从小渣渣慢慢变成大佬的，也不要怕我骗你们，我是绝对不会骗人的。有的时候我不回信息，只是不在线，不要只等个1-2分钟就说我骗人，真的很讨厌这种贝贝。好了，谢谢你们听我说了这么多废话，你们可以走了，祝你们快快变成大佬，拜拜啦。